来看一个较轻松的新闻，中华出名的煎肉丸是脆中带嫩，口感真 Q， 是真出名的国民美食。伊毋过进前就有一对情侣，都为了肉丸敢有加的原价，当事人伫网络好奇，你问讲煎肉丸敢爱加，引起讨论。有人讲应该加，有人讲有时头家较无闲的时，嘛咪要求伊爱加。嘛有南部人讲，南部的肉丸一般拢是用吹，无这个问题。 肉丸伫咧油鼎内底煎甲滋滋叫，头家甲一粒搁一粒 Q 的肉丸放伫咧鼎前滴油，看起来真好食款。中华有名的煎肉丸是真侪民众真爱食的经典点心，毋过说来这步，都互大家拢讨论甲热噗噗。 肉丸煎开，酱料落入去肉丸内底，敢若用看就感觉美味死。要毋过你感觉爱加还是卖加咧？觉得要减，怎么做？就是比较方便使用。如果要马上吃，还是要减啊？汁就会跑进去啊。加较好啊！安怎讲？因为你基本上你嘛无可能一摆食规粒嘛。 有网友伫咧网络顶讲，伊伫咧卖肉丸时，看到一对男女朋友因为煎肉丸的问题伫咧相结，随后网友来论战，有人讲爱加，也有人讲家己无食过煎过肉丸。人算挂拍开，请白烟，这是台南的肉丸，南部的肉丸较一细粒仔囝，无需要煎。很好吃，我比较喜欢吃那种软软的。 台湾为南部到北部肉丸的款式拢无共款，也毋过毋管是大粒的，或者是细粒的，是要煎还是歪煎，汤汁酱料加一刷减一刷，对消费者来讲，家己介意的才是好滋味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